休息時間結束，現在先請反方同學作總結。而家發言時間為4分鐘，準備好啦，楊明。台上3分鐘，台下10年功。主席評判在座各位，辯論去到呢個時候都差唔多尾聲啦。喺辯論嘅過程嘅開頭裏邊呢，有班同學話東亞運動會佔盡咗天時地利同埋人和，只要籌備得好、宣傳得好、配套得好，咁呢個當然啦。我方一開始就已經同友方同學講咗，辯題中嘅利弊標準係應該以體育為本為先去衡量嘅，但係友方同學就完全忽略咗呢樣嘢啦。評判們，其實我都係一位運動員。對於我哋呢班運動員嚟講，我哋都想贏每一場比賽，我哋都想為自己付出嘅血汗攞翻個肯定，呢一個就係我哋嘅理想。東亞運嚟講，亦都係咁講，係一個平台俾香港嘅運動員實踐理想嘅地方。但係友方同我各懷鬼胎，只看錢，而忽略咗運動會嘅真諦，以體育為本，以運動為本，而係將佢運動會商業化，當係一個任務咁辦。而家政府對於運動為本嘅概念完全拋諸腦後。有個同學又話啦，政府斥資好多錢去修建呢13個場地，但係原來呢啲場地全部都唔合乎標準，就連我哋最主要嘅場地主場館嘅副場都係得200米。換言之，我集訓嘅選手喺度練習緊嘅時候，如果係田徑選手一行過去就應該有意外發生啦。如果係咁，你仲話政府係有心去辦好呢個運動會咩？有個同學口口聲聲話政府係注重提升本港嘅運動發展，要做係尊重緊我哋嘅運動會啊！但係點解有班同學唔直接擺錢去訓練我哋嘅運動員，提升佢資源，提升佢哋嘅場地，而去設計一啲符則去設計一啲合資格嘅場地同埋標準嘅場地呢？整有班同學放低資本主義，呢個唔係任務，呢個係應該以體育為本嘅一個盛大嘅運動會啊！有班同學你做緊嘅嘢根本就係傷害緊我哋香港呢個東亞運動會，即重新認識我哋呢個運動會，去尊重我哋嘅運動會。有班同學喺成場比賽裏邊，政府由籌辦、場地設計以至舉行，都係將佢商業化當任務咁睇，根本就冇投放任何嘅心思喺運動之上。尤其係使錢去搞開幕、衝餐門演，點解唔注重內涵、搞好場地先呢？搞好場地就係對政府對運動會嘅認識，但係偏偏有方又做唔到，呢個係顯示咗有方呢位政府絕對無知嘅對體育。有方同學又話呢個東亞運動會可以提升到國際嘅形象，我抱歉有方同學，香港對呢個東亞運動會根本就冇擺個心機落去，我哋細心咁諗一諗就知啦。香港今次將表面嘅場面交到咁鬼盛大係做乜啫？但係裏邊原來連比賽場地都唔合乎國際嘅標準，呢個又係一個國際嘅笑柄啦。又有咩能力將一個國際嘅體育盛事辦得好，而內涵都做得充充足足、有聲有色呢？如果唔可以，而家你做緊嘅嘢根本就唔可以令外邊嘅人覺得香港係適合搞一個國際嘅體壇盛事。有方同學又話喺東亞運動會之後會為香港帶嚟好多嘅商業利益喎，但係我哋好多嘅利益，但係我哋點解個場館令到外界不識香港原來體育成功嘅一面係一個臭氣熏天嘅主場館，唔合乎資格嘅運動場，水深連我身高跳咗落去都會撞崩頭嘅游泳池啊！但係又呢啲唔係國際笑柄，咁有方同學請你為我哋解釋下呢啲究竟係乜嘢啦？而家有方同學話請義工去教育市民，請啲學生去睇，去教育我哋學生認識運動。但係有方同學話政府但係有方同學呢一班嘅政府同埋呢一班嘅義工、學生嘅啦啦隊，佢哋嚟觀賽最好教育市民提高運動意識呢樣嘢，我又有啲唔係好明啦。但係我哋睇翻以往嘅經驗啊，東亞運動會入座率根本就不足30%嘅情況之下，學生要走去睇比賽，係咪一啲天方夜譚呢？政府如果嗰陣時嘅推論係錯誤嘅時候，冇人去睇，政府又咪臨急抱佛腳咁樣派飛送飛，請人去逼人去睇，去衝餐場面呢？呢啲就係有方你所講嘅教育呢，真係好可笑啦！而家我哋嘅辯題中，弊係多於利，有方有利不成利嘅情況之下，你仲話香港舉辦東亞運動會係利多於弊嘅話，真係要同我哋解釋一下啦！多謝各位。反方總結發言時間為4分鐘，冇過程無需扣分。現在請正方同學嘅總結。哈！有班同學先同你話呢個嘢係一個國際笑話，我又話，哎呀，我係運動員出身，我哋點樣話一個佢哋你清楚了解一個運動員需要啲乜嘢？佢有個問題就係將軍澳嘅新場館副場得個200米，咁有咩問題？原來運動會做熱身要喺個副場度練鐵餅飛出去㗎？我就唔知啦，呢個我唔係
副場，成個一個新嘅場館，哇！將軍澳係講緊一個係國際田徑標準嘅場館，呢個係一個賣嘅。而家最近新聞講嘅係，哎呀嗰度風向可能會大咗啲，呢啲會影響咗個國際個成績，未必受國際田徑總會去直好快手。但係呢個要等佢批，就算你風速慢啲，都係要等佢批，呢個係個問題。所以如果你話咁樣點樣，我就唔好理解啦。另外有班同學好夢想化同佢講，哎呀都話運動會以運動為本，乜嘢叫運動為本咧？有班同學同我今日嘅講法就係、政府投多啲資源落去，俾多啲運動員，咁先係真正為運動為本。我覺得好似最近咧粵劇咁講，啲粵劇就話粵劇嘅投資就話，哎呀抌多啲錢落去，培訓新人，租場館、租新光戲院。請問目的在唔在？有班同學就好似個大花盆咁樣浪費錢就一味抌錢，叫政府抌錢落去，就係咁多。請問乜嘢叫運動為本咧？究竟運動會嘅意義唔係運動滿足運動員你要自己需要嘅需求，唔係話我俾啲資源你，不斷俾資源你，而係我俾一個機會俾你去親身面對呢個比賽。咩叫國際比賽？第二件事，體育為本係讓大家讓普遍市民去領會乜嘢叫體育，去感受一下體育項目有啲咩新潮嘅嘢。點解咁講新潮嘅咧？今次有項目有好多係曲棍球、壁球曲棍球、撞球、健美、室內單車。香港人未見識過呢啲嘢，你見識過嘅我都唔知咩叫撞球。不過呢一個機會正好為我哋啊，大家去見識下咯，係咪？所以呢個唔係吸引咗大家興趣咩？哎呀，仲有一個條件，快啲呢個去睇啦。另外就係、香港體育中國體委已經應承咗會派頂級嘅運動員參與呢件事。咁我就問啦，點會需要有咁大個吸引力？香港市民一定會好有熱情去參與啦。有班同學又話，我哋會強迫學生去參與，但係好似唔係講過呢件事情會發生喎。而我方亦未講過話，我哋會強迫同學參加。澳門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哎呀冇人㗎，揾學生去啊！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話俾你知，呢、個方法唔得㗎。所以到而家冇人話要做呢件事啊。有班同學，我想問一個同你講係喺世界邁向全球化嘅情況下，國際整體經濟有衰退，香港重要經濟支柱物流、金融、旅遊點樣可以力保不失呢？由多哈亞運倫敦爭取辦夏季運動會，話俾你知一個事實，乜嘢叫國際都市？國際都市唔係着眼於經濟發展，你覺得啱。另外就係金融發展，另外就係要着重整體發展，唔係淨係我要運動員好叻，唔係做呢件事，而係讓大家市民去多啲參與運動，聚焦你嘅眼睛，唔係淨係金融，唔係淨係錢，仲有體育意識，唔係淨係運動員跑得快、掟得好，唔係呢件事。其實大家一齊去參與其中，大家去欣賞個運動會，唔係淨係講錢。有個問題就係、運動會商業化有咩問題咧？我哋睇唔出喎，運動會唔攞錢出嚟，邊個點樣搞啊？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喎。有班同學一直喺度話，好多不足，但係你唔講呢不足對呢個今次嘅變革對香港社會有乜嘢害處咧？所以今日同非常理性。4分15秒。